大家好，又嚟到一周嘅市場熱話。今日咧都帶咗3個主題同大家分享翻嘅。第一個咧就係比亞迪咧配股咧之後嘅部署啦。第二樣咧就想同大家咧探討翻咧智能機械人嘅發展嘅機遇啦。最後嚟講咧就係長和咧亦都出售翻咧和記港口嘅一啲睇法嘅。當然啦，比亞迪配股咧就係市場意料之外啦，集資咧都超過咧433億港元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用於咧全球嘅一個擴張咧，嚟緊咧應該用係咧就係未來2年海外嘅市場咧就係建設翻咧6間嘅一個汽車生產嘅一個工廠嘅。而家嚟講啦。要知道咧，其實咧海外賣車嘅毛利率咧，其實遠遠高於咧而家國內賣車嘅毛利率啦。所以嚟講咧，未來咧如果喺全球裏面咧，比亞迪汽車銷售嘅數目增加嘅話咧，其實對於比亞迪嚟講咧係屬於一件好事嘅。再加上咧，今次嚟講咧集資咧可以咧補充翻呢啲海外發展嘅一個資金池啦，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其實咧雖然比亞迪喺國內嘅資金咧係充裕翻，但係咧要將錢咧打到境外嘅話，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嘅。再加上咧今次配股咧可以引入翻啲長線嘅基金啦，同埋一啲中東嘅一啲股權嘅基金嘅，所以呢方面嚟講咧，未來咧可能喺個發展嗰方面咧，亦更加有唔同嘅協同效應啦，同埋個機遇，所以咧。今次嚟講，比亞迪配股集資令到股價下跌嘅話，其實咧可以視為咧其中一個買入嘅一個入場嘅機遇啦。咁呢方面嚟講咧都可以關注翻嘅。不過咧重新咧都要留意翻咧，今次配股集資嘅動作咧，可能咧都會令其他車企咧效應翻一啲，尤其是咧而家嚟講咧一啲新能源車企咧，其實都仲要補充資金，個資金都相對短缺噶嘛。呢方面嚟講咧，就要相對短期可能要避開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探討翻啲智能機械人嘅發展啦。最新嘅政府嘅工作報告咧，亦都將智能機械人咧列入咗一個新嘅一個工作報告嘅一個字眼。大家要知道咧，其實咧而家嚟講喺香港上市嘅2間有關機械人嘅企業咧，就係有呢個微創機械人啦，同埋優必選就係9880嘅呢方面咧。微創機械人咧，最主要都係一啲手術用嘅機械人啦，而優必選咧，最主要咧都係生產啲咧工業嘅人形機械人嘅。見到咧微創機械人咧旗下咧嘅一啲產品咧，已經係陸陸續續咧商業化㗎啦，包括咧佢旗下嘅一個途邁嘅一個機械人咧，已經係用於咧一啲內腔鏡嘅一啲手術啦，再加上咧。旗下嘅 R1 咧，其實咧亦都用於一啲咧就係心血管介入等等嘅手術嘅。優必選嗰方面咧，其實咧嚟緊咧今年第2位咧都會出售翻一啲Walker S2第2代嘅一個機械人，用於呢個汽車啊各方面嘅生產嘅。呢方面咧預期咧個適應性咧應該咧會比上一代咧就係 Walker S1咧其實有個大幅嘅提升。咁佢而家優必選嗰啲客戶咧已經包括翻比亞迪啊、吉利啊、極氪等等嘅一啲國內比較有名啲嘅一啲品牌㗎啦。所以咧嚟緊呢個發展機遇咧都相當之提高一線嘅。咁當然啦，呢啲咧都唔係純炒概念㗎嘛，始終佢旗下嘅一啲機械人咧都有翻個應用。咁不過咧要留意翻咧。相關嘅股票咧個股價波動性咧就會十分之劇烈，呢方面咧就要有一定嘅一個承受能力啦。最後嚟講咧就係長和咧出售翻呢個和記港口嘅業務啦。包括翻咧就係出售和記港口80%嘅股權咧，涉及翻咧就係43個港口，其中咧包括埋就係巴拿馬港口啦。呢方面嚟講咧個作價咧都接近咧就係咧190億美元嘅。當然啦，呢方面嘅一個出售咧，其實咧都令到咧市場咧有個驚喜嘅，因為咧目前嚟講咧成批嘅港口咧嗰個 EV over EBITDA 咧嗰個估值個比率咧就係大概咧13倍，遠遠咧高過咧一啲投行俾佢嘅估值咧10倍嘅水平。反映翻咧今次嘅交易咧其實屬於咧就係相對嚟講咧高價出售嘅旗下嘅個業務嘅。預期嚟講咧，長和咧獲得呢一筆資金咧，其實成個資產負債表咧就會處一個正現金嘅水平啦。再加上而家嚟講嗰個市淨率都僅僅咧都係0.3倍嘅啫。所以咧未來嚟講咧，長和真係呢單交易完成嘅話，其實咧有機會咧就係可能就係派發翻個特別股息啦，甚至乎咧就係加大翻個股東嘅
一個股票嘅回購啦，甚至乎咧就係其他啲業務嘅收購咧都唔出奇嘅。要知道咧，長和係嘅一啲公司咧，其實喺收購合併嗰方面嘅能力咧都十分之出色噶嘛。如果咧呢單 deal 係完成嘅話，其實咧都有望咧對於個股東咧帶嚟一個相對嚟講咧就係唔錯嘅一個回報嘅。咁我今日個市場熱話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下星期再見。咁啊，本人喺申報翻咧會有持有咧上述提及嘅股票嘅。拜拜。